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民进党高雄市议员简焕宗三度被恐吓，伊是来拜托市长韩国瑜爱甲支持者关落好。另外，民进党的市议员高敏玲来质询，讲观光局的主任秘书是夫人李嘉芬的姊妹啊伴，佫是一件假神变高官。来看韩国瑜安怎回应。 民进党市议员简焕宗有3摆，互敢若是韩国瑜支持者的人恐吓。这摆伫伊的面册顶面，佫写讲：你敢希望你的囡仔像小灯泡共款人头落地？看到这款的字，简焕宗紧张甲赶紧冲到警察局去报案。早起伊接受访问时讲，希望市长韩国瑜管好伊的支持者。 韩国瑜是回应讲，要求警方爱阻止这款网络的抹黑、扭曲等等的歪风。另外，民进党市议员高敏玲质询时讲到，观光局的主任秘书是因夫人李嘉芬的好朋友，又佫是家神变大官，甲韩国瑜是你来我往。每次看到高议员你的质询，都觉得很奇怪。 我觉得您的回答也常都很非奇怪常多的啊。负面的联想。会啊，我很正面哎。你那么年轻，你应该很阳光的来质询。我很阳光啊。而且我们可以接受检验。好，那您接受检验就请您坐下吧。我只是要提醒你，这是我的质询时间，市长，我不是来这边跟你吵架的。是。 韩国瑜有几下摆想要转移话题，甚至乌白印，和这个高敏玲真不满。韩国瑜看起来嘛无啥有耐性，两人是针锋相对，充满火药味。